大家好，我係陳詠欣，做 feature 拍攝嘅期係2025年5月22號。上一集同大家講咗小米嘅技術突破，自主研發到3納米嘅晶片啊。有關嘅發佈會咧，係今日咧就正式公開啦。大家記得留意住，而且咧大家最好咧睇發佈會之前咧都睇咗我有關呢一方面嘅論證。相關嘅短視頻咧都有上架嘅。如果大家咧想3分鐘內了解晒小米技術有幾咁厲害，全球第4間，亦都令到我哋國家咧喺自主研發芯片嘅手機品牌上面喺全國呢4間佔咗一半。大家都知道有幾咁厲害。未睇嘅話咧，大家快啲睇翻。而今集咧想同大家重點講下我哋中國嘅市場幾咁厲害啦，同埋都離唔開想大家咧常懷感恩之心。大家有睇過呢一個關於東江水嘅特輯啦，我都係順應大家咧要求去獨立剪一個特輯出嚟嘅，方便大家回顧翻。小黃人咧一講到東江水咧，就會話自己有俾錢，點解要感恩？真係覺得啲小黃人咧係幾咁悲哀啊！唔識得感恩嗱，其實一個人咧唔感恩嘅話，自己都過得唔開心。成日嬲晒全世界，覺得社會欠咗佢哋，連生佢哋出嚟嘅父母咧，都對佢哋咁無情嘅時候，小黃人咧係幾咁可憐啊！講到咁啦，正正就係一位黃人代表，就係被袁弘通緝嘅漢奸鍾翰林。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鍾翰林嘅生父最近咧接受訪問，講述佢咧生咗呢個仔幾咁膽戰心驚。鍾翰林咧就即刻反擊，公開佢生父嘅相。仲叫人咧追佢生父還錢，真係唔感恩嘅黃人咧先做得出啦。唔識感恩嘅咧，仲有把口話要在商言商嘅商人，真係不禁令我哋問：係咪真係要傷害人先至識得賺錢，先至可以賺到最多嘅錢呢？就算俾佢賺咁多錢，良心又過唔過意得去呢？賺幾多錢都好，壞事做盡嘅話，都唔會可以心安理得咁樣過。唔少嘅商人咧，都因為國家改革開放，乘住東風致富，又或者咧由富商變成超級富商，咁大家話係咪都應該要感恩呢？大班就係一個例子。上一集同大家咧賣咗個關子，叫大家估下邊一個老字號品牌因為黑暴而淪落。我見咧有觀眾朋友留言咧就估係長和啊，唔係講緊長和啊，係講緊大班。大班賺咗幾多人民幣先得噶？咁但係19年啊，因為個太子爺撐黑暴，喺度反中，但又要賺人民幣，最終咧就損失咗成個內地市場。而家結果係點呢？就係家族生意都敗光光。近日再有相關嘅消息咧，都係大班點樣經營困難，太子爺咧都冇得做啦，都算係自食惡果。咁我都會同大家講下。長和近日咧都陷入賣國賣港嘅爭議，但係長和其實咧，都因為國家發展喺內地投資收割咗唔少。尋日仲傳出咧長實嘅樓盤偷工減料，咁樣割韭菜，真係有冇搞錯啊？認真係令人不寒而慄啊！咁我都會同大家逐一講下。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詠做 feature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旁邊嘅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中意影片支持我嘅，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更加多人知道黃梅淡出派，唔想大家知道嘅真相。記得你嘅讚好同留言，可以幫手抵抗住啲小黃人入到影片度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嘅。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睇影片一路讚好同留言，支持我嘅更加可以加入我嘅會員頻道，優先獨家睇到嘅影片。追看陳詠欣，知清原因又開心。訂閱 Jovi Chan 同人論證，使乜驚？又同大家講方丈旗下同埋較為親近嘅媒體咧，實會有招呼我啦。大家咧睇下邊啲媒體特別中意招呼我就知道，咁都慣咗噶啦，咁多年啦吓，都唔會因為咁咧而唔敢再繼續發聲。真係認真要同佢哋講聲唔好意思啊！今日大公報嘅 A1 頭版咧，都講述咗長實旗下嘅樓盤偷工減料。如果因為怕事怕惹麻煩而唔出聲，咁樣做軟骨頭嘅話，亦即係向敵人遞刀。咁嗰個就唔係我啦。想同大家咧講下經濟學嘅第一堂啦。我當時學習嘅第一個理論係咩咧？就係assume 所有人咧都係追隨最大嘅利潤。
但係經濟學嘅理論咧，講緊嘅係賺到盡得嚟都要合法，同埋咧賺到盡呢一個理論咧，同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咧，我就覺得有少少矛盾嘅。因為我哋都有句俗語嘛，凡事太盡，緣分勢必早盡。尋日咧就有消息傳出，李嘉誠旗下嘅樓盤涉嫌偷工減料。尋日下午，廉政公署就公布偵破咗一宗涉及住宅發展項目建築地盤嘅貪污造假案。當中涉及嘅地盤嘅分判商涉嫌咧係行賄工程監督人員，換取寬鬆嘅監管鋼筋工程。事件涉及仍然未完工嘅長實、觀塘安達臣道港人首置盤項目。廉政公署咧上個星期咧就展開代號為戰鼓嘅行動，先後拘捕咗10名嘅人士，年齡咧介乎29至52歲，懷疑佢哋咧係干犯行賄、受賄、串謀詐騙、使用虛假文書等等嘅罪行。被捕人咧包括1名大判嘅員工、5名分判商嘅東主同埋員工、4名工程顧問公司嘅駐地盤監督，令到佢哋咧可以有唔符合工程圖則嘅工程質量。而賄賂嘅甜頭咧就涉及數以千至到數以萬計不等嘅利是，有大量嘅月餅券，仲帶有關嘅人士咧去到每位人頭計幾千蚊嘅高級餐廳嗰度用膳。食完飯咧，仲有下場就係去夜總會消遣，涉及嘅金額同埋禮物總值咧仍然在調查當中，但係相信咧相關嘅款待咧每次就係高達2000至到3000蚊不等，而每次喺夜總會嘅消遣咧就高達2萬至到3萬蚊。對於調查結果咧，長實最新嘅回應咧就係話佢哋集團對於安達臣道嘅項目嘅地盤分判商涉嫌行賄顧問公司員工咧係表示高度關注，亦都支持廉署嘅行動，保障香港廉潔營商環境。長實仲話咧已經初步完成檢視項目嘅工程，正係同屋宇署商討適當嘅後續處理，會一如過往咁樣確保樓宇安全。咁啊，講到咧成件事啦就唔關佢事，但係睇翻時間線啦，長實觀塘安達臣道呢個項目咧喺上年6月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嘅時候被拒絕，屬於有紀錄以嚟咧第一次有住宅項目被拒絕嘅。屋宇署喺上年9月咧更加勒令地盤要停工。咁但係喺上年11月咧，長實仲有同傳媒做訪問，仲大讚話呢個樓盤咧係具有潛力嘅。咁但係點唱好都冇用啦。根據地政總署喺上年12月嘅資料咧，有關嘅項目咧再度被拒絕申請預售文件。拒絕嘅原因咧係因為地契條款嘅要求，而發展商未能符合有關嘅條款。有關嘅申請咧被認為係為時過早，所以咧就被拒絕。然後咧就爆出偷工減料嘅醜聞。如果屋宇署唔係做好把關嘅話，上年就咁俾佢賣咗樓花，咁可能真相咧就會被埋沒咗。真係令人有疑問，究竟長實有冇做好確保樓宇安全嘅工作？而涉及行賄嘅地盤分判商有紅包有夜總會，十足熟手技工咁。究竟之前有冇前科呢？之前同長實又合作過幾多次呢？真係唔怪得啦！最近一次李嘉誠現身喺5月10號出席5月天香港演唱會嘅時候，被問到長和出售巴拿馬港口交易，而喺佢旁邊李嘉誠基金會嘅董事周凱旋咧就代為回應，話李生已經退休，叫大家都唔好問呢啲嘢啊。咁點解要強調李生已經退休呢？即係而家嗰度巴拿馬，呢度安達臣都唔關李生事咯，係咪咧？咁睇呢一單新聞咧，令人不寒而栗嘅，仲有係資料顯示啦，涉事嘅觀塘安達臣道首置盤啦，由李嘉誠旗下嘅長實喺2020年5月以49億5千萬投得，係長實近年少有地出手去投官地嘅。再對上一次咧，投得官地咧已經要數翻2016年嘅9月啦。即係話咧，正常就唔投，一投就唔正常。當時長實嘅執行董事吳佳慶啦，亦即係長實嘅老臣子啦。咁啊喺集團中標之後咧，仲話集團對於投得安達臣道嘅地皮咧係感到高興，希望透過有關嘅發展項目為香港嘅房屋供應作出貢獻嘅。
咁去到而家都仲未賣得出咧，聽落係認真諷刺啊！當時安達臣道嘅地皮尺價咧就係4546蚊，可以話係平一平咁樣買翻嚟嘅。每尺樓面地價4500蚊左右，就相當於當時咧係低過市場預期嘅下限接近1成。而參考翻當時再早2年啦，佢批出嘅同區私樓地每尺樓面地價咧就係12000蚊，所以話咧有好大嘅 profit margin。長實規劃興建6座嘅住宅，接近3000個單位。除咗私人住宅之外啦，地契仲規定喺項目落成之後，房屋局咧可以選取當中唔少於1000個單位作為港人首置上車盤，以市值價錢8折出售。即係一嚟啦，政府就已經幫長實包咗1/3，唔怕賣唔出，唔會係蝕本生意嚟嘅。2020年想幫首次上車嘅人，如果靠佢供應嘅話咧，真係唔食唔飲唔玩都上唔到樓。過去樓價咁高咧，就係咁解。啲樓咧貴一貴咁賣翻嚟，遲一遲咁上車，仲要而家被揭發咧，住嘅樓鋼筋幼咗、少咗、疏咗、冇咗。咁但係即便係咁咧，小黃人都唔嬲，仲要為理事辯護，真係有啲斯德哥爾摩啊，好似撞邪咁啊！黃人討論區點講呢？就係話長實被清算，仲連結到咧長和係賣碼頭嗰度。但係關唔關巴拿馬交易事呢？巴拿馬交易咧就係今年3月嘅事，但係其實早喺上年10月已經爆出，正係興建緊嘅安達臣道港人首置盤第3座咧缺少至少4條嘅 Y40 鋼筋。廉政公署執行處總調查主任雷家聰咧喺尋日嘅記者會都提到，廉署係喺較早前接獲貪污投訴，先係屋宇署咧喺上年8月接獲舉報，負責監督嘅工程公司有駐地盤工程人員咧可能受賄，容許唔符合工程圖則嘅工程質量，於是咧先至展開調查。起初投訴咧都只係涉及屋苑6座大廈嘅其中1座啫，但係咧越查就發現越唔對路。廉署發現屋苑全部6座大廈都有鋼筋配置同埋圖則不符嘅情況，亦即係咧鋼筋幼咗、少咗、疏咗、冇咗，甚至乎移咗位。話同巴拿馬交易有關咧，都只係污名化咗今次廉署嘅調查，打擊調查結果嘅威信，令人覺得長和係只係俾人搞啫。咁你話小黃人係幾咁極端先得㗎？仲有小黃人咧喺度幫長實澄清，有人就話咧做到首富就好心唔好再賺咁盡啦。咁啊即刻咧有黃人就話唔關長實事，係佢判頭嘅事。有人又話長實同判頭有私通，即刻咧就有小黃人反駁，話呢單嘢咧就咁單係呢一句咧，長實都可以告佢。真係咁犀利嘅呢名網民，一睇就知道長實同判頭冇景轟，一睇就知道長實會點做。咁的而且確咧，有冇私通咧，真係唔可以亂講，都要基於事實。我就比較想知道咧，涉事嘅公司同埋班子同長實合作過幾多次。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啦，相似嘅言論咧，其實都充斥住 Facebook 等等嘅社交平台。咁都唔出奇嘅，大家都知道啦，長和系嘅公關能力咧有幾咁鋪天蓋地啊！如果係會員嘅話咧，就可以獨家回顧翻呢一集。真係認真奇怪嘅係啦，小黃人買唔起樓，響香港冇持分。早10幾年咧，仲流行鬧地產霸權，打倒地產霸權，正正就係反對派喺2011年高舉嘅旗幟。反下咧，忽然之間唔反啦，家下仲要歌頌。究竟發生咩事呢？黃人買貴樓，買到偷工減料嘅樓，竟然唔係嬲。對東江水都尚且唔感恩，但係就感恩李嘉誠。大家話有幾咁反智先得㗎？唔少嘅商家響國家發展，乘住東風咧都賺唔少，實在唔應該做任何損害香港市民、損害國家利益嘅事。早前屈姐屈穎妍咧就寫咗篇文章，叫大家猜猜他是誰。屈姐就話近日北京有一則房地產新聞震動市場，
話香港咧有一個富商喺位於北京核心地區嘅豪宅減價7折清倉，唔少嘅單位咧減咗過百萬人民幣。咁大家其實咧搜尋就知道噶啦，究竟係邊個？大家我相信咧唔使搜尋，其實估都估到嘅。咁但係當然一定要有證據，所以就俾大家睇下。屈姐話咧，商人將商品減價套現，正常人咧就會形容係大出血、大賤賣、蝕本價。不過咧呢一個樓盤嘅生意咧就有啲唔同，就算係打咗7折咧，都仍然能夠賺得盆滿缽滿。喺2001年啦，有關嘅發展商只係以7億人民幣就投到北京朝陽區一塊總面積40萬平方米嘅靚地皮，每平方米樓價面積咧係講緊1750蚊。咁啊，用香港嘅計算方法咧，就係未計建築成本，一個1000尺嘅單位咧，就只係需要175000蚊。投到地皮之後咧，發展商就唔急於開發，地皮一攤咧，曬太陽就曬咗4年啦，直到2005年先至開始動工，都講緊係第一期啫。當年開盤咧，每平方米售價咧已經升到9000蚊。咁啊，亦即係話咧，一個1000尺嘅單位咧，就可以賣到90萬，升咗9倍左右啊！之後咧，再拖，又拖到2011年，先至起第2期。當時開售價咧就升到每平方米接近3萬蚊，亦即係1000尺嘅單位咧，就已經賣緊300萬。拖拖拉拉之下咧，去到2024年，終於再開盤。呢個時候咧，周邊地區嘅房價咧，每平方米已經超過10萬蚊，亦即係話1000尺嘅單位咧，而家係講緊賣1000萬，升咗60倍。地產商一直咧都收割土地紅利，今日7折出售套現，都只係賺少啲啫，並唔係話蝕住咁做嘅。呢40萬平方米嘅地皮啦，被發展商以碳慢板嘅方式持續開發咗24年。過程之中，連樓盤嘅名咧都變咗，因為咧喺呢10幾年，內地嘅經濟發展咧用光速去形容啊，屋苑樓面嘅地價已經升咗超過50倍，估計發展商透過呢一場24年囤地嘅遊戲，獲利超過600%。呢一種好平咁樣投到地，囤地幾年，再高價出售嘅模式啦，據說就係呢一名港商喺內地房地產慣常嘅操作，被譽為李氏煉金術。各個地方政府咧都希望樓盤可以快啲推出，快啲賣，都引頸盼望。結果咧一等10幾年，真係心灰意冷啊！北京朝陽區呢一塊地皮啦，24年嚟，因為政府投入基建同埋人口紅利，令到發展商原本以7億買翻嚟嘅地皮，變成450億豐厚嘅市值。原本政府想將地皮賣俾港商，就係希望佢哋能夠帶動呢個朝陽區嘅經濟發展。結果希望就落空，而家就變成咧個港商買完笪地，一路喺度等，就等北京市政府發展。北京市政府發展咧，就帶挈佢發達。除咗咁樣割韭菜啦，仲影響到其他嘅發展商，長實可以低價囤地，以超長嘅開發期擠牙膏式咁樣賣，但係其他同行冇咁好彩，冇咁優待。其他發展商咧買笪地翻嚟起樓嘅成本咧就較港商高。而家長實打折咁樣賣，同行唔減價咧就賣唔去，但係減嘅話咧又有機會蝕錢喎。除咗北京咧，好多城市都受害，例如東莞、上海，低價囤地。等周邊嘅地鐵商場起好，再高價拋售，呢個操作咧，在商言商係非常高明嘅商業行為。但係喺國家發展嘅道路上面，呢一種嘅行為咧，屈姐就形容係收割城市基建紅利嘅掠奪者。如果話李嘉誠先生而家退咗休啦，巴拿馬唔關佢事，安達臣又唔關佢事，咁低價囤地拖住嚟賣，應該係佢經手啦啩。內地市場係幾咁重要？啲港商喺過去咁多年嚟又賺咗幾多呢？港商係唔係要感恩？
食碗面反碗底，做反骨仔，最後咧只會打爛自己手上面捧住嗰個飯碗。俾個例子大家參考，就係大班。佢嘅太子爺咧原本好地地靠家業，靠內地市場代代平安。唔淨止係口袋嗰個袋啊，仲係一代代相傳嗰個袋，代代平安咁樣做富2、3、4、5代。但係喺黑暴嘅時期咧，食飽飯冇嘢做，明明又享盡國家發展紅利嘅皇太子，大班麵包西餅公司嘅董事郭勇維咧，喺2019年8月23號就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表態支持黃絲乞衣，仲分享埋讀過嘅報道，話網民咧發起手拉手建香港之路喎。咁都算啦，去到8月28號咧，佢又再嚟了，發帖文侮辱愛國者，話撐警嘅人咧個腦有問題，冇求真精神，冇同理心，冇正義感，自私自卑。其實佢講緊嘅呢啲特質，明明就係小黃人嘅特質。認真係調翻轉啲嘢嚟講啊！咁喺距離中秋節唔夠2個星期，大家諗下8月嘅時候，大班咧正正就係喺中秋嘅時期咧先至大賺噶嘛。本嚟咧就係大班月餅嘅銷售高峰期，而大班咧喺內地咧都被視為咧係有名嘅香港品牌，有龐大嘅市場。冇諗到咧，大班嘅太子爺竟然喺呢個關鍵嘅時刻咁冇腦。好快咧喺9月1號，大班嘅月餅咧就被內地購物網店淘寶、天貓同埋京東下架，一夜之間失去咗龐大嘅內地市場，經濟損失慘重，可以話係自斷米路，更加引領到咧之後嘅賣盤。大家聽埋落去就會知道噶啦。大班冰皮月餅嘅內地總代理咧喺事後仲嘗試割席，話退翻嚟嘅大量月餅咧，唯一嘅解決方法咧就係銷毀，認真係累人累己。而且佢哋話咧，對於大班嘅太子爺郭勇維咧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嘅個人言論咧係毫不知情。咁亦都咧希望咧網民咧可以高抬貴手嘅。郭勇維見到激起咗公憤，隨即咧就刪除貼文道歉，話有關嘅言論咧係屬於佢嘅個人分享，同佢嘅祖業無關。咁但係一切咧都太遲啦。郭勇維咧就係大班創辦人郭鴻鈞嘅仔仔，所以咧都脫不了關係噶啦。就正如美心同伍淑清女士去聯合國發言又有啲咩關係咧？點解唔見一班黃絲乞衣當時對美心可以有一種切割嘅咧？當黃絲乞衣搞到市道蕭條，商戶叫苦連天喺度打砸燒嘅時候，有冇同大家分開翻呢？內地官媒環球網咧亦都刊登出大班太子爺支持亂港分子，香港大班冰皮月餅喺淘寶、天貓、京東等等平台下架嘅新聞，仲話咧，既然支持反中亂港，就唔好諗住咧喺內地可以賺大錢。有環球網，仲有咧人民日報幫大班宣傳佢嘅黃理念。人民日報亦都喺微博上面發表中秋節前夕大班月餅創始人嘅仔仔支持亂港嘅訊息。人民日報話大班冰皮月餅咧認真係要冰涼啦，真係出咗名冰涼。同時仲狠批叫郭勇維咧做餅先做人，個餅嘅餡入邊藏有歪心思，邊個會買呢？人民日報係咁問嘅，我都可以答佢咯，就係黃人會買咯。但係夠唔夠佢賺先？梗係唔夠啦。根據2017年嘅數據顯示咧，內地月餅市場每年嘅營業額咧就係大約146億人民幣。大班喺內地嘅知名度咧就排第8，屬於中游，估計市場份額咧就佔大約5% 左右。咁啊計翻5% of 146億咧，亦即係7億3千萬嘅營業額。而內地市場咧佔大班30%嘅營業額。香港市場咧佔70%，但係香港市場嘅呢70%咧有一大半就冇咗噶啦，因為相信有唔少嘅正常人見到大班咁樣都唔會買啦，咁啊得翻俾盡30%佢啦。咁大家話梗係維持唔到噶，就算有100萬人都好啦，人人買一盒都彌補唔到啊！內地市場幾咁龐大先得噶，
事隔1年啦，喺2020年，可能大班嘅太子爺以為大家都已經唔記得咗啦，咁所以香港大班月餅咧又悄悄地喺內地嘅電商平台上架，被發現之後咧，內地電商平台即刻做嘢，即刻下架。大班西餅咧有超過40年嘅歷史，因為呢個皇太子冇咗內地市場，見2020年再攻內地市場無望，負面影響已經無法挽回，大班亦都面臨重大嘅財務危機，所以咧佢就透過顧問公司喺2021年賣埋盤，由創辦人郭氏家族轉手俾商人廖志強，可以話咧郭氏嘅家族連家業都冇埋，皇太子咧都冇太子做啦，所有大班嘅原有股東從此咧就同集團再冇任何關係。大班易手新嘅老闆廖志強咧都好努力、好積極咁樣想幫大班洗底，積極籌備重返內地市場。但係咧3年過來咧都係食白果，都未能夠成事。廖志強家族咧曾經喺2024年底1日內向2間財務公司加按中半山世紀大廈嘅物業，估計貸款額係高達1200萬。同時咧，大班西餅嘅分店數目咧，由佢剛剛接手嘅初期有28間，大幅縮減去到現時嘅17間。今年2月至到5月期間咧，大班西餅因為分店同埋廠房拖欠租金，而被至少10個嘅債權人入稟追討。當中咧，以旺角分店涉及嘅金額係最高，高達40萬。其餘位於沙田、上水、將軍澳、屯門、元朗嘅分店咧，都被指拖欠1到3個月嘅租金。部分嘅業主咧，更加要求法庭頒令收回鋪位。有傳咧，連續幾個月啦，大班仲要遲出糧、斷供 MPF， 如今甚至陷入執笠嘅危機。可以見到咧，郭氏家族冇咗家業，而家連佢哋創立嘅品牌都 keep 唔住。始作俑者前大班太子郭勇維啦，平時咁多意見，而家咧問到佢攞回應咧，佢就拒絕評論。佢嘅爸爸已故嘅大班創辦人郭鴻鈞先生有冰皮月餅之父嘅稱譽，喺10歲嘅時候咧，就喺當年半島酒店集團屬下之一嘅香港酒店西餅部啦開始學師，先後任職嘉頓集團同埋超群餅店。喺1984年創立大班麵包西餅嘅第一間鋪頭，可以話咧有超過40年嘅家業。如今咧就被皇太子搞出個爛攤子來，拍拍屁股就咁就賣咗盤。大家話咁衰仔仲唔係皇人嘅特質？皇人唔感恩唔念情，都唔係一個半個。鍾翰林喺2024年12月24號被警方國安處以違反煽動分裂國家罪同埋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懸紅100萬港元通緝。鍾翰林至今墮落，充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嘅爛頭卒。喺潛逃去到海外之後咧，更加變本加厲，面對懸紅通緝咧，都仍然係執迷不悟。繼續咧到處中傷同埋抹黑特區政府，今年咧亦都先後同其他國安通緝犯要求英國政府要制裁中央同埋特區嘅官員，同時亦都號召群眾喺英國咧要出嚟上街去反對我哋國家喺英國設立大使館。對於喺香港嘅家人咧，鍾翰林嘅親生父母咧一早已經離異，各自組織家庭。鍾翰林咧就利用呢一點，對外賣慘，話佢嘅生父咧對佢漠不關心，尤其喺2020年，當佢被拘捕之後咧，更加同佢斷絕聯絡。嗱，講真，佢父母唔想認佢都好正常啫，係咪？生咗個咁嘅仔。鍾翰林早年咧已經展現出佢嘅港獨傾向，佢嘅履歷咧可以話係追溯翻中二嘅時候，曾經擔任過黃之鋒嘅助手，所以咧我就叫佢做黃之鋒2.0。細個就做漢奸，佢嘅漢奸資歷都相當深啊。14歲嘅時候咧就擔任梁天琦嘅助選義工。2016年，鍾翰林咧就另起爐灶，創立咗所謂嘅學生動員，打住學生旗號
提倡勇武抗爭，喺校園喺街頭上宣揚港獨思想。2020年5月，鍾翰林咧就喺立法會示威抗議期間，惡意損壞一面屬於保衛香港運動嘅中國國旗。佢事後咧就被警方以侮辱國旗同埋非法集結罪名起訴。咁可能驚得滯啦，唔想承擔責任啊，所以喺2020年10月，佢就去咗美領館，以為西人會召佢，點知就好似呢個圖咁，交叉佢，叫佢早唞。就地，鍾翰林咧就被警方國安處嘅人員拘捕。喺2020年12月29號，被裁定2項控罪罪成，判監4個月。咁但係出翻嚟咧都不知悔改。2021年11月，鍾翰林咧就喺區域法院承認1項分裂國家罪同埋1項洗黑錢罪，判處監禁43個月。2023年6月咧，鍾翰林刑滿獲釋，但係就需要遵守懲教處監管令1年。就算話咧服完呢43個月嘅刑期啦，當然都扣減埋啦，佢都只係20歲出頭。2023年12月咧，鍾翰林就以調適情緒為理由，向懲教人員申請喺聖誕期間去日本沖繩旅遊。點知鍾翰林咧就廢話同埋大話連篇，佢就欺騙懲教處，公然咧違反監管令，潛逃去到英國。學周庭自編自導自演，話被迫害。去到英國之後咧，可能因為唔係好夠使費啦，咁都想小黃人課金啊，所以佢咧就喊晒咁話咧，其實佢好想翻嚟香港嘅。每一次我去台灣，都會有當地嘅朋友係希望我不要再返回香港啦。19年好，20年好，我始終我都覺得未到最後一刻。好坦白咁講，我喺正式買機票嚟英國前，我同唔同嘅團體同埋海外嘅人去商討有關嘅問題。對方其中一個問我：你想去邊度啊？究竟？我好無奈咁，我答佢：我想返香港。咁但係冇得到我揀一啲嘢。喺我眼中咧，過去我覺得如果有得俾我揀，我會選擇留喺香港。我過去都好唔理解點解咁多係香港人要選擇離開香港。我唔明白點解，如果我哋要為香港嘅民主自由，我哋要推動呢一樣嘢，我哋面對嘅係中共政權。我哋好清楚，我哋係一定要付出好多嘅嘢，我哋要犧牲好多嘅嘢，我哋先有機會去得到改變。呢個係我第一日去參與社運，我係主張香港獨立。第一日我已經好清楚嘅嘢，我一直以嚟我都有同傳媒講，好心理準備入獄，好心理準備入獄，又話有心理準備，咁做乜喺臨判之前要去美領館呢？鍾翰林就被揭發連潛逃嘅錢都係偷屋企嘅，即係生個咁嘅仔啦，叫佢盡下孝道，應該咧就係佢賺錢去孝順父母嘅，而家仲要翻屋企偷錢。咁啊，最悲涼嘅咧就係佢嘅生母咧係一直患病嘅，而佢嘅細佬咧就係殘障。鍾翰林咧都置佢哋於不顧，毫無人性咁樣咧繼續賣國賣港。據了解咧，佢嘅媽媽長期飽受情緒病嘅折磨，需要定期覆診同埋服藥。而佢嘅細佬咧就患有嚴重嘅自閉症，行動都受到嚴重嘅阻礙，需要咧係靠輪椅代步。知情人士仲話咧，鍾翰林一家都係依靠綜援過活，生活非常艱難。而鍾翰林喺潛逃前咧，就將屋企剩翻落嚟僅存嘅4萬蚊都偷走埋。對於呢個衰仔咧，鍾翰林嘅家人咧都分別要去警署協助調查。鍾翰林咧認真係累人累物。而鍾翰林嘅生父咧最近就接受咗東周嘅獨家專訪，
講述生咗呢一個5億仔之痛。咁佢親屬咧早喺鐘漢林初中嘅時候已經同朋輩搞政治，自此咧就好似洗咗腦咁。就算佢多次勸喻鐘漢林咧，鐘漢林都唔理，繼續沉淪。鐘漢林喺2016年更加籌組港獨組織，學生動員，希望透過模仿黃之鋒同埋梁天琦可以得到外界嘅關注。即係你話幾咁悲哀啊！為咗關注，所以走上港獨之路，而家仲要翻唔到轉頭。2020年，鐘漢林咧就喺元朗嘅村屋住所，因為干犯香港國安法涉及嘅煽動分裂國家罪而被警方上門拘捕。呢次嘅拘捕咧就觸動咗鐘漢林生父嘅神經，於是咧就清走咗住所入邊所有嘅可疑物品，反而咧就被鐘漢林要求賠錢。咁要求佢咧係賠大約15000蚊。作為佢嘅生父咧，就算個仔一嚟就攤大手板啦，佢都照俾啊。咁佢仲慨嘆咧，全家咧都怕咗呢個衰仔。鐘漢林嘅媽媽同埋佢嘅繼父咧，喺今年3月18號都分別被帶到警署協助調查。事件曝光之後咧，鐘漢林就喺網上嘅平台發文話，留意到好多人都 tag 佢。佢仲喺度咧，好開心咁話咧，佢一切安好啊，絕對冇表達一絲對連累親人嘅愧疚，沉醉於咧大家對佢嘅關注，而且仲發文咧促請英國政府咧要插手干預我哋香港嘅事務。作為鐘漢林嘅生父咧，佢話受到鐘漢林嘅連累咧，佢不時都被人約見同埋約訪。鐘漢林嘅生父接受訪問咧，都係打口格仔，戴埋口罩嘅。好明顯就唔想俾人知道咧，佢有個咁衰嘅仔。但係睇完佢生父嘅專訪咧，鐘漢林就喺社交平台公開咗佢生父同埋佢生父太太嘅相，質疑佢生父嘅身份。佢覺得咧，佢嘅生父咧比起之前嘅頭髮多咗，咁所以就質疑咧，喺亮相東周接受訪問嗰個就並唔係佢嘅生父，即係衰仔衰到阿爸都唔認得。佢就叫網民咧比較一下。咁我就覺得，即使係呢一個原因都好啦，唔使鋪埋佢生父嘅太太嘅相噶嘛。可以見到根本鐘漢林咧就係存有壞心腸，仲話佢生父咧唔係真係關心佢，只係透過佢嘅大伯聯絡佢。冇乜錢，連屋企患病嘅生母嗰4萬蚊都要偷嘅佢啦，就冇解釋4萬蚊嘅去向。佢只係自爆啦，佢揾咗律師諮詢意見之後咧就話俾佢嘅生父聽。抌咗佢啲嘢咧，有機會會觸犯入屋盜竊、擅闖民居、刑事毀壞嘅罪行，用法律嚇佢嘅生父，逼佢磅水。但係最後咧，佢嘅生父都俾咗一期冇再俾啦。鐘漢林仲話咧，一直照顧佢同佢相依為命嘅祖父咧，過去一直咧都好中意邀請大量嘅鄰居喺佢哋大埔嘅村屋嗰度咧非法聚賭，真係典型嘅黃人啊！全世界都欠咗佢咁。鐘漢林咧就好似講到，個個都有問題，得佢一個冇咁。大家聽一個人去形容鐘漢林咧，可以係片面，但係如果個個都鬧鐘漢林嘅話咧，就絕對唔係偶然。鐘漢林生父劣評佢，話佢係廢青，經常咧都唔翻屋企。而鐘漢林嘅前女友咧，曾經咧都有影過一張相，就話捉廢青2坐監。大家話會唔會都係有玄機嘅咧？鐘漢林嘅前女友咧，對鐘漢林都冇咩好嘅評價。鐘漢林喺2021年咧向外界透露，喺佢還押期間，佢女朋友咧就飛咗佢。對方寫信同埋探望佢嘅次數咧逐漸減少。當佢向朋友打聽咧，先知道原來佢女朋友打算去海外升學。當外界以為咧佢嘅前女友將鐘漢林用完即棄，戥佢唔抵嘅時候咧，佢嘅前女友咧就高調澄清，話佢哋其實咧早喺2020年頭咧就已經分咗手啦，仲指控咧有人抹黑佢嘅濫交。鐘漢林嘅前女友咧曾經一度發文話有人咧用佢嘅裸照去要挾佢見面，凌晨咧拍佢屋企門，甚至騷擾佢嘅朋友。鐘漢林嘅前女友咧仲踢爆已經執笠嘅立場新聞，唔理佢本人嘅澄清，聲稱話要忠於鐘漢林嘅敘述。單方面咧係片面咁樣報導有關佢同鐘漢林嘅感情，令到佢咧覺得立場新聞都唔在意事情嘅真確性，喺度造假。如今又有黃媒幫鐘漢林洗白，
會唔會最後都係同一遭遇呢？黃網媒就將黃仁同佢生父之間嘅家庭矛盾，將鐘漢林嘅生父接受東周刊嘅訪問定義為跨境鎮壓升級。咁而家真係講緊邊一個鎮壓緊鐘漢林？究竟係佢生父啊，定係東周呢？認真好笑啊！鐘漢林籌組港獨組織，希望透過模仿黃之鋒同埋梁天琦得到外界嘅關注。我就覺得咧，鐘漢林做到啦，更加可以話係超越咗黃之鋒同埋梁天琦添啊！喺冇人性嗰方面，咁細個咧就已經壞咗啦。慘嘅唔係鐘漢林，係對佢有養育之恩嘅人。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中意我為你嘅選材，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更加多人知道黃媒探測派想大家知道嘅真相。如果未訂閱我尋人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開啟埋個通知，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感謝你嘅收睇，睇完之後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記得亦都要廣傳我嘅影片。如果未訂閱我嘅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同埋撳埋旁邊嘅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一集再見。